嘿，即位大家平安。今早起题目是梦想甲异象，梦想甲异象。咱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的希特勒，伊为着要来征服欧洲所发起的战争。伫伊发起战争的时，伫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牧师。潘霍华牧师伊有写即个《狱中书简》，是伫加加的中间所写的。搁一本是《跟随基督》，这两本拢有中文的翻译本。伊所写的册对基督徒有真大的影响，因为伫过去教会认为讲，基督徒伫教会内面只有讲信仰，毋通讲政治。但是潘霍华牧师，伊伫遐讲，希特勒亲像一个小人开车乌白弄死真侪人。基督徒袂使讲咱替伊祈祷就好啊。基督徒嘛是爱起来阻止伊继续伫遐开车，伫遐乌白弄。至少咱嘛爱甲迄个路甲挡起来，互伊无路通开。互伊会当停落来。伊的意思就是讲，当政治上有真大的偏差，领导者伊无照圣经的教示来领导即个国家的时，咱基督徒犹原爱好胆徛起来，来讲出正义的话，来阻止政府做即个不义的代志。所以潘霍华牧师伊迄个时阵就起来引带一群的基督徒来反对希特勒伊发起战争，因讲这是违反圣经的教示。但是希特勒真受气，就将潘霍华牧师甲即群的基督徒掠去关。当因关伫监狱的时，有一个基督徒就起来讲。咱已经失败啊！咱已经无啥物愿望啊！一切拢结束啊！总是潘霍华牧师伊起来讲，伊讲咱袂失败，咱永远袂失败。除非咱放弃咱的梦想，咱才会失败。所以即句话，互大家真大的激励。除非咱家己放弃咱的梦想，若无，咱袂失败。虽然后来潘霍华牧师伫监狱内面，互希特勒枪杀死伫监狱内面，毋过伊的精神，互欧洲的教会真大的即个影响。因知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为着公义、为着真理，好胆来出声。伫英国有一个查某囡仔，伊是一个真爱写小说的人。伊大学毕业了后，就到伫出版社，望讲伊会通写一本小说，然后这本小说会通伫即个出版社来出版。所以伊就按照伊的即个梦想咧努力。后来伊也结婚，生一个查某囝。总是无偌久，因翁甲伊离婚，佫无偌久，伊去互即个出版社的老板甲伊洗头路，失业。所以有3年久，伊的生活真艰苦。伊是靠政府的救济金咧生活，伊拢找无工作。但是伊一直无放弃伊写小说的即个梦想。伊望会当写一本真正大家拢真爱看的即个小说。果然，后来伊就完成伊的即个小说。这本小说写出来了后，出版了后，也真正是讲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我想，
真侪人拢会知影，一本小说就是《哈利波特》咱拢知影吼，嘛拍做电影，也是真侪人爱看的电影。即个查某囡仔就是即位 J.K. 罗琳伊叫做 J.K. 罗琳。咱看见伊坚持伊的梦想，伊真努力，真拍拼，伊无放弃伊的梦想，伊最后伊就成功，成做一个真出名的小说家。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记载耶稣的门徒彼得，伫失败中间，重新找到伊的异象，重新站起来的故事。圣经甲咱讲，当耶稣受掠到伫公会，互大祭司来审判。迄个时阵，伊遐个门徒，逐个拢惊甲走去避逐个拢避起来。彼得算是上勇敢的，因为伊无避起来，伊是远远对伫耶稣的后面，一直行到伫即个公会。当到伫公会时呢，有三届有人看见即个彼得，甲伊讲：“你是甲耶稣共党的人。”彼得三届否认。彼得讲：“我毋捌伊，我毋是甲伊共党的。”咱看见彼得虽然真勇敢，跟对耶稣，对伫耶稣的后面，但是伊最后也是失败，伊最后也是毋敢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伊伫遐大声啼哭，因为伊是认为家己是一个失败者。咱看当初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时，甲伊讲：“你来跟缀我，我要互你得人如得鱼。”彼得真欢喜，因为伊会通得人如得鱼，伊会通得到侪人，互因得到新的性命。约翰福音21章也记载，后来彼得三届无认主，离开主以后呢，伊搁倒转来即个加利利海边，亲像以前咧做一个掠鱼的人，过着掠鱼的生活。哪像彼得的故事就安尼结束？彼得的故事并无结束，因为伊毋是一个失败者，伊是一个重新得到异象、重新振作起来的人。咱看见，因为耶稣无放弃伊，耶稣鼓励伊，互伊看见伊当初的异象是啥物，互伊重新振作起来。兄弟姊妹，今日咱要用主耶稣互彼得重新振作起来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建立咱的梦想甲异象。头一个是确信主耶稣的听，确信主耶稣的听。对失败的人来讲，上可怕的就是夺走伊重新振作的决心。一个人拄着失败，伊身边若有人扶持，有人帮赞，伊就会通搁一摆徛起来。若有疼，人就会通重新徛起来。彼得因为伊的软弱失败，伊认为耶稣已经弃杀伊。约翰福音21章记载，主耶稣对死过活以后，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找彼得，毋是彼得去找耶稣，主耶稣来找彼得，互伊知影，主耶稣对伊的疼永远无改变。主耶稣毋是用话语来鼓励伊，是用行动来证明伊的疼。当主耶稣受掠、受定死的十字架时，伊的门徒拢走了了。彼得后来甲几位遮的门徒也转去到伫加利利海边，过着讨鱼的生活。圣经记载，有一天彼得甲几个门徒因伫咧讨鱼的时，因对即个暗时开始掠鱼，掠到天光拢掠无鱼。后来主耶稣来到伫即个加利利海边，甲因讲：恁将网拍伫船的正边。因就听伊的话，将网拍伫船的正边。果然有真侪鱼，即个网强
提袂起来安尼吼，扭袂起来。迄个时阵，圣经讲彼得就有一点仔咧怀疑，到底即个什么人？然后约翰就甲伊讲，伊是主耶稣。哦，即个约翰大声认出伊是主耶稣。后来耶稣伫即个河边，伫遐起火，伫遐烘饼、烘鱼，就叫因来食饼，来食鱼，就将鱼甲饼互因食。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看见遮个已经背叛伊的遮个门徒，并无责备因。耶稣无甲因讲：恁知影恁犯罪无？恁知影恁背叛我无？恁无甲我做伙，恁拢离开我，甚至毋敢承认。耶稣伫即个所在是甲因讲：恁来食早顿。食早顿了后，主耶稣对彼得讲：你听我吗？你听我吗？即句话有真重要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听拢无改变。主耶稣犹原听彼得，主耶稣毋望彼得会通明白，伊的听永远无改变。主耶稣毋望彼得会通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来得到快乐。第二点是确认主的期待，确认主的期待。彼得若要掠着伊的愿望甲意向，搁一摆徛起来，那呢伊就爱确认主耶稣对伊的期待是甚物。一个捌辜负人的人，别人对伊的期待大概会失望。但是主耶稣无共款，伊毋拿来找彼得，互伊知影主耶稣的听是无改变的。主耶稣问彼得讲：你听我吗？然后伊互彼得新的使命，伊甲伊讲：你养饲我的羊。主耶稣头一摆到伫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时，是甲伊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就是去传福音，得人如得鱼。这是做一个传福音的即个使命，互伊。但是现在主耶稣互伊的命令是：你养饲我的羊，你养饲我的羊，就是牧者的使命。你爱固守你的羊群，爱养饲你的羊群，是比以前的使命搁较大。主耶稣将搁较大的使命交予彼得，比当初呼召伊的时所予伊的使命搁较重要。这表示主耶稣无因为彼得的失败来收回伊对彼得的期待。主耶稣予彼得第二届的机会，伊无有因为彼得的失败来气杀伊。这个是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伊讲：我录用公司的职员，会尽量录用有失败经验的人，但毋是录用失败的人。伊讲：我会先问伊对失败的经验中间学习到甚物。透过失败来学习到教训的人，失败毋是失败，是互因进步成熟的机会。所以咱看见主耶稣，伊确信彼得对失败中学习到教训，所以主将更大的使命交予伊。兄姊妹，主耶稣袂因为咱的失败来离开咱，伊会鼓励咱重新徛起来，伊会为着咱备办更较大的使命，更较大的意向。第三，顺服主的命令，顺服主的命令。凭着咱的梦想甲意向，咱袂当保证将来咱一定会成功。因为更较重要的是，梦想甲意向，咱有了后，咱每一天要安怎来生活？伫约翰福音21章19节，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这是主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头一摆拄着彼得的时，呼召伊的时所讲的话。现在对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跟缀我，就是爱彼得振作起来，会通互彼得看见伊的意向甲伊的使命。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
也对咱每一个人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即句话是主耶稣时时刻刻对咱讲的话。伫咱信心软弱的时，伫咱跋倒的时，主耶稣同款安尼鼓励咱，对咱讲：你来跟缀我。伫主耶稣受掠以前，对门徒讲：恁着爱坚固恁的信心来跟缀我，恁着爱警醒祈祷，若无会去互撒旦迷惑来跋倒。但是彼得迄个时阵真自信吼，伊真有信心，伊对主讲：主啊，无论什么人离开你，我永远袂离开你，我要为着你牺牲性命。咱看见遮尔有把握的彼得，当耶稣受掠到伫公会时，伊伫遐3届无认主。虽然彼得失败跋倒，但是主耶稣看见彼得已经改变，知影彼得伊已经改变，伊知影家己的软弱，伊知影只有倚靠主耶稣，伊才会通伫软弱的中间变做一个刚强的人。最后，主耶稣对彼得讲：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绑，照所爱来行游，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一只有2个字是对比的，就是少年甲年老。你少年的时随意往来，照家己的意思、家己的感觉，照你所爱去行，结果你就跋倒失败。但是年老的时，你跟缀我，你倚靠我，无照家己所爱去行，是互我来掌管你的人生，互你的人生得到荣耀，得到胜利。咱看见彼得伊改变以后，伊就大发热心传福音。主耶稣大大使用伊。伫5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彼得一日传福音，互3000人悔改信主，也建立耶路撒冷教会。彼得无搁靠家己的气力，无搁靠家己的自信来侍奉主，因为伊知影家己是软弱的。伊来到主的面前，单单倚靠主耶稣，搁得到圣神的气力，伊就成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位伟大的使徒。出埃及记19章第4节，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会识陪恁，带恁来归伫我。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遮个百姓伫遐哀求，伫遐毋望上帝来拯救因。上帝找摩西来拯救因，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百姓。上帝袂弃杀因，上帝找摩西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找摩西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故事中间，上帝行最的心意。咱看见，为着要互法老王会通讨放以色列百姓，上帝就伫埃及行10个灾难。通过这10个灾难了后，咱看见法老王伊才投降了，降服伫上帝的面前，或者以色列百姓来离开埃及。但是当这百姓离开埃及了后，咱看见法老王伊认为讲，当你即马已经离开我的国家，你袂使阁降灾厄伫我的中间啊，所以我就派兵去追，派兵要甲恁消灭。所以以色列百姓虽然离开埃及，毋过念被即个埃及的追兵落来，所以因就一直走，走到伫即个红海边啊。头前是红海，
后面是追兵，进无路，退无步。但是咱看见，上帝互红海分开，互这以色列百姓会通真平安经过红海。然后这追兵落到伫即个红海时，全部去互即个海水消灭掉。所以咱看见上帝怎样听以色列百姓，怎样引带因，甚至伫旷野是无物件通食，无水通啉，上帝嘛，互因有即个烟吞者，啊，佫有即玛纳啊，互因去捡，甚至石盘的顶面，伫石盘内面也出即个泉水出来。所以因伫旷野拢毋免惊，无通食，无通啉。上帝安怎样来引带以色列百姓？上帝就是安尼咧照顾咱每一个人，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艰难困苦，上帝拢甲咱同在，上帝拢咧保护咱、照顾咱。而且讲，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食陪恁，带恁来归伫我。这个意思就是咧讲，上帝毋但引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照顾因、保护因，而且上帝嘛，即个中间咧训练因对上帝的信心。安怎训练呢？讲亲像即个鹰鸟咧训练伊的细即个小鹰啦，咱来看，即个鹰鸟吼，做收伫迄个真悬的即个山坪顶悬，吼，因为遐上界安全吼，袂有其他的遮个野兽，所以伫即个真悬的山坪，伊做收伫迄个所在。但是伊要训练即个小鹰，爱训练伊会晓飞，因为即个小鹰拢真惊死吼，毋敢飞。即个老鹰就将即个小鹰甲伊撒出去，即个收的外面，甲伊撒出去即个收的外面的时，即个小鹰就爱学飞啊吼，伊就天色一直飞，无飞伊就摔死啊嘛吼啊，所以天色一直飞一直飞，毋过呢，愈飞愈低啦，愈飞愈低，因为抑阁袂晓飞吼。所以当伊摔落去的时，即个鹰鸟随时冲落去吼，甲伊飞伫伊的石骨的顶面，佫甲伊载落转来，啊！所以安尼一届一届一直训练，一届一届一直训练。有一天，即个小鹰嘛渐渐大只，吼，伊的石骨嘛愈来愈重。所以有一天，伊安尼训练了，伊就愈飞愈悬，愈飞愈远。有一天，伊就照我飞啊！吼，所以咱看见鹰鸟，就是安尼训练伊的小鹰学飞。上帝讲：“我亲像鹰鸟咧训练恁。”吼，上帝咧训练咱，亲像训练鹰鸟。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帝爱咱学飞，上帝爱咱飞愈悬，飞愈远。所以咱毋免惊，虽然咱会拄着艰难困苦，亲像迄小鹰对兽甲伊撒出去时，一定真惊吓，想讲啊，我死啊，较会甲我撒出来安尼吼。毋过其实迄个鹰鸟就是咧看伊，咧保护伊。上帝也是安尼，上帝甲咱讲，你一定会飞，你毋免惊，我会帮助你。当咱倚靠上帝的能力，勇敢天实飞悬，咱就会愈飞愈悬，愈飞愈远。兄姊妹，上帝要训练咱，亲像鹰鸟会通天实飞悬，所以咱着爱倚靠上帝，按着咱头前的目标，按着咱的梦想，按着咱的使命来努力拍拼，咱的确会通完成上帝所交托咱的使命。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天父上帝，求你施恩赐福予阮，互阮每一日充满着主的平安喜乐，互阮离开罪恶的路，行伫主你的道路。求主找天使伫阮的身边保护阮，互阮无受恶者的攻击。感谢主，你找
耶稣基督来世间，伊毋是要来互人服侍，伊是来服侍人。主耶稣真侪上帝的羊羔，担当世间人的罪，真侪挽回祭。求主保守阮，互阮常常少念主的教示，互阮专心信靠主，奉献阮的一生互主，温群服侍主，互阮为主的名高举十字架，勇敢向前，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得到主耶稣赏赐阮荣耀的冕旒，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